到論盡劇場之會客室情繫十屆篇啊！今日咧，我專登嚟到第3屆嘅現場咧，訪問下啲突襲下啲演員導演排戲情況啊！等你嚟睇下咧，佢哋當中咧發生緊啲咩事，我哋一齊去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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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！唉，揸成日車，好攰啊！做咩？好嘛，各位又見到我啦！喂，俾啲反應啊，唔該。幾時會見到你？好驚，俾啲反應啊！歡迎大家嚟到第3屆嘅演員彩排當中啊！咁喺我身邊咧就係2位嘅演員，不如你自我介紹一下先啦。哦，我係 Mandy。我係阿 Frank。OK， 歡迎2位。咁我不如問下我身邊嗰位女士 Mandy 先啦。咁其實喺呢套第3屆咧，不可妄稱耶和華上帝的名呢一個誡命嘅劇咧入邊，其實 Mandy 你做乜嘢角色啊？我 suppose 係做一個大概20歲出頭嘅大學生啦。咁我就同我男朋友一齊去旅行。咁我就好中意我男朋友嘅，但係咧我又覺得同佢一齊去旅行好似唔係咁符合上帝嘅心意，咁我就有好多掙扎咁樣啦。OK， 哦，即係唔好講咁多，唔係俾啲觀眾知晒啲故仔咧，佢哋唔會嚟睇嘅。OK， 咁其實已經聽你咁講咧，做一個20歲出頭嘅大學生咧，其實有冇難度啊？即係會唔會喺服裝上啊、語氣上啊，需要有啲修改？係啊，好難，我覺得超唔好意思其實。唔係導演睇得起你啊？係啊，真係導演睇得起我。係。可能佢係咯。OK。是something in me。咁你會點樣喺呢個角色入邊，即係加多啲似一個大學生嘅形象出嚟咧？首先到時我可能着 Hello Kitty 睡衣咁樣，會唔會？係導演批唔批准啊？我諗導演唔批准啊，呢個講下啫。但係可能喺心態上會盡量有一種入世未深嘅感覺，咁即係可能個性格係 innocent 啲嘅。OK。咁睇下可唔可以將嗰個感覺帶出嚟。其實咧，我識 Mandy 咧，我自己都少少 Mandy 有少少觀感咧。其實佢都係一個幾可愛啊、幾純真嘅少女嚟嘅。其實佢同呢個角色咧都有少少相似㗎，所以我相信你應該會發揮呢個角色咧淋漓盡致嘅。好多謝。交俾導演啦，對導演有信心啊嘛，你個導演啊。OK， 咁不如我問下我身邊另外呢位靚仔阿 Frank 先啦。咁阿 Frank 啊，我都知道你好似係第一次參加製作社嘅話劇啊，係咪？都係喺溫哥華做一個公開嘅演出，係咪啊？係咯，第一次咯。咁你之前係咪都聽聞過咧？你喺香港咧都做過一啲公開性嘅話劇嘅咧？係啊，最近嘅一次都要數去幾次啊？唔係，好似係2007年，即係喺即係唔係好耐啫。係。有個《山海經傳》，咁就係高行健寫嘅。咁啊，香港個名係《山海經傳》。山海經傳。OK。咁啊，裏邊就有好多啲神怪角色啊，咁我就演其中一個神咯。咁佢哋就將嗰陣時盤古初開啊，到後羿啊嗰啲故事就演一次出嚟。咁嗰陣時就喺法國藝術之家演出嘅。咁你喺邊度公演啊？法國啊，都係。唔係喺中文大學。中文大學，你法國藝術之家 OK， 喺中文大學做嘅。係啊。咁變咗你啲觀眾群都係啲大學生，定係公開咩人？公開咩人都有。咁你做嗰個做神嗰個角色入邊，你係擬人化定係真係好 powerful 做一個神咁樣嘅咧？其實都係半人半獸咁咯，即係喺古代嘅時候，佢哋形象化。古裝劇嚟嘅。係啲神怪劇嚟嘅咯，係啊。咁當中又加入咗好多啲木偶啊，好多啲唔同嘅梵音嘅音樂啊，咁啊搞咗上，其實個氣氛係好特別，有啲少少鬼味咁樣。哇！即係睇完之後都會唔會令到啲觀眾都有啲驚喜嘅感覺？其實唔會，一啲觀眾好熟嗰啲故事嘅，即係佢都當係一個好似小孩子咁樣。即係有啲 OK，即係嗰啲成語故，即係嗰啲叫做咩咧？神話故事咁樣之類嘅嘢。哦，咁佢當中咧，其實你會唔會話喺製作社做依家參與嘅話劇，同你以前好唔同啊？其實我覺得我都係對住個角色去研究咯。其實我覺得每個角色其實佢內心都有一種嘅掙扎，不管佢係人啊，或者係一個嘅個體嚟講。
咁我研究下佢內心嘅掙扎同埋同其他人嗰種關係。咁然後睇下咩特點可以演繹出嚟，即係等大家覺得可以睇完之後覺得可以深思一下嘅，有味道，翻屋企再可以回味下咁樣。OK，咁你喺呢個第3屆做當然係男主角啦。咁你喺個角色入邊同 Mandy 有冇啲咩火花，或者你做啲咩性格角色咧？我係主角啊嘛，我諗呢套劇得一個男一個女，你都係一個男主角嚟嘅。咁樣火花我都好期待，係咯。我覺得同 Mandy 夾而家覺得so far 好有默契啦。咁就我好期待，即係喺台上面嘅時候，大家嗰種有啲即興嘅元素啊，再加埋落去。咁可以。我即興喎 Mandy，加油啊！OK， 因為其實呢套劇咧，我會點解會都替佢哋緊張咧？因為呢套劇之前都有少少即係臨時有啲演員唔演出到啦，變咗係即係阿 Frank 咧係好仗義地後邊幫我哋即係加入嚟咧，所以變咗你哋排練嘅過程可能比較緊湊啲，或者會即係會嚟緊會更加緊密啲咁啊，係咪？唔緊要，我係 OK 嘅。我對你有信心啊嚇！咁所以咧，如果我哋想睇第3屆嘅誡命係講緊啲乜咧，或者佢哋當中係點樣去發揮個古仔咧，我哋記住留意第3屆咯喎。咁我哋不如一陣間接住落嚟會有 Part 2訪問導演時間啦，拜拜。